大家好，今日呢條片係要教大家揾 WiFi。首先，而家屏幕見到嘅係我哋手機嘅桌面。我哋喺右下角見到應用程式嘅掣，撳入去，揾返設定嘅掣，撳落去。我哋喺連接嘅位置會見到 WiFi，WIFI。我哋再撳入去，喺右上角有一個位置可以開啟 WiFi 嘅，然後佢會掃描我哋附近 WiFi 嘅網絡，撳落去其中一個 WiFi 嘅網絡，輸入密碼，再按連接。當右上角見到 WiFi 嘅樣貌嘅時候，就代表你完成咗㗎喇。